年的新年有特别的意义，就是在今年之内，我们要驱除因为本年以来侵略东亚的恶势力，要开始东亚的新地区的建设。这个新地区的建设是共存共荣的，所以我们要全国精神总动员，实行国民新生活的运动。我们要知道，现在共苦将来才能够同甘，现在共有完，将来才能够共安乐。我在新年的时候高呼新国民运动万岁，新东亚建设万岁，中国自由平等